hand to hand. We're living lifetimes, prime time forever. Hand to hand, day or night, it's always now or never. We're together, prime time forever. 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呢度係同中意睇 TVB 嘅朋友一齊分享嘅，唔中意 TVB 嘅話，呢一度唔啱你，唔好嘥時間啦。唱反調嘅用戶同埋留言一律刪除拉黑，留言注意事項嚴禁爆粗。前幾年呢，有班人走去恐嚇 TVB 嘅廣告客戶搶生意啊，又夾手夾腳吹捧咧，以廣告多少啊定輸贏嘅。最近 TVB 播放嘅新聞女王2呢，啲廣告真係多到嚇死人嘅。咁啊喺廣告時段呢，單佘詩曼單挑嘅廣告咧都唔少㗎。今次再一次咧幫獅子銀行拍廣告啊，上次嗰一輯咧就已經喺今年攞埋獎添啦。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翻睇翻呢一集嘅節目嘅。咁啊至於劇裡面嘅植入式廣告咧，嗱我真係冇慢慢數啦。我覺得咧 TVB 應該整翻個有獎遊戲喺台慶嗰度咧送禮俾大家，叫大家數下新聞女王2到底有幾多隻牌子、幾多隻 product 嘅廣告喺度啊！好啦，咁啊唔計嗰班小蜜蜂啦，又搬龍門就話，乜咁多廣告啊？少又串人少啦，多又嫌人多啦。我見有啲網友咧都好多問號嘅，單 Bosco 拎住嗰個名牌手袋咧就已經好多話題嘅啦，係私伙啊、贊助啦、植入式廣告啊，點解可以照出嘅咧？係咪因為套劇喺內地拍嘅咧？嗱，就住呢一個袋咧，我哋唔好諗到太複雜先啦。愛回家之開心速遞都有大量嘅植入式廣告啦。點解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可以，新聞女王就唔得呢？咁啊，所以咧就唔關套劇喺邊一度拍、邊一度出品嘅，只要符合香港法例咧就可以噶啦。呢一啲硬料咧，我驚嚇走晒大家，我放喺今集嘅下半部咧，先同大家慢慢分享。我哋先分享咗啲咧，喂，點解啲節目啊、劇集入面啦，即係有陣時啲牌子啊、product 咧，有啲啊可以照出啦，有啲咧就遮咗佢啦，或者 blur 咗佢嘅。其實好簡單嘅啫，有俾錢就可以見光噶啦，冇俾錢做乜免費幫你做宣傳呢？一律遮咗佢啦，揾張紙包住佢又好啦，轉一轉唔好影到個 logo，唔好影到個名啦，甚至啊娛樂新聞呢，採訪嘅時候啊貼喺藝人身上嗰啲貼紙啊，背後個 backdrop 呢，冇俾錢嘅全部 blur 晒佢啦。咁啊如果唔係，下次仲有邊啲人、邊啲客戶會願意俾錢落廣告呢？係咪？咁 Bosco 拎住嗰個名牌袋又如何呢？嗱，如果係堅係廣告嘅話，咁當然照出啦，冇理由 blur 咗佢噶嘛。咁若果唔係啦，只係幕後借翻嚟嘅又好啦，又或者係 Bosco 私伙提供嘅都好啦，咁就要睇睇嗰樣嘢嘅價值啦。嗱，好多藝人咧覺得個角色咧係需要有翻咁上下嘅排場先至啱數嘅，咁但係製作組又未必下下咧可以借到翻嚟啊，因為唔係你想借咧就可以借到嘅，啲大牌子嘅，哇嗰啲咁嘅眼角咧真係高到不得了嘅，唔一定借俾你嘅，就算佢肯借俾你都好啦，一個唔小心整花咗嘅話咧，到時要賠啊，計翻落個成本嗰度咧，哇咁咪好揦你，借唔到嘅話藝人又好想用，咁點樣呢？私伙咯，好多藝人咧都係咁樣嘅啦。嗱，例如范奕文啦，范奕文好多時都會用啲私伙衫啊、鞋啊、袋啊，哇，佢啲名牌好勁噶嘛。咁 Bosco 平日都中意用呢一隻牌子嘅袋嘅，咁啊係佢私伙嘅話咧都唔奇喎。好啦，個藝人就係想用呢一啲嘅排場去營造個角色啦，你冇理由 blur 咗佢㗎，冇理由遮咗個 logo 㗎，着件名牌衫唔通你成個人 blur 咗佢咩？唔會啦，係咪？咁但係私伙係咪大晒嘅咧？唔一定㗎，睇下你嘅私伙咧係啲咩啦。喂，原來你嘅私伙只係一罐可樂嘅話咧，我俾你買夠一箱都好啦，都會照 blur 咗佢啦。私伙都咁話啦，呢一啲就係嗰件產品本身嘅價值決定一切啦。所以 Bosco 呢一個名牌袋啊，都唔使理佢係廣告定係唔係廣告啦，梗係直出啦。
我哋先岔開少少先啦。有人話 Bosco 做乜用個女裝手袋呢？嗱，咁 fashion 嘅嘢呢，又真係冇得好講嘅。用呢一隻牌子嘅男藝人呢，大把啦，我又唔覺得有幾出奇喎。嗱，或者咁樣啦，可能之前呢，我做開雜誌嘅，好多時都會排到一啲嘅時裝稿啦嚇，都會介紹一啲男裝啊、女裝啊。有陣時啲男裝呢，即係已經係中性化又好，甚至乎真係好女性化嘅都好啦，其實都見慣不怪㗎啦。所以 Bosco 拎住呢一個袋呢，我又唔覺得有幾奇喎。好啦，咁啊，以下落嚟呢，就一啲比較硬性啲嘅料啦。咁啊，大家有興趣想了解多啲邊啲廣告可以出，邊啲唔可以嘅話呢，不妨留低聽埋佢啊。好啦，首先係咪所有嘅電視節目都可以咧喺裡面加插廣告嘅呢？唔係嘅。咁邊啲節目入面係一定唔可以加插廣告嘅呢？第一就係宗教儀式或其他崇拜節目。第二樣就係通訊局規定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裡面播出由政府為學校提供嘅節目。好啦，咁至於其他可以加插廣告落去嘅節目，包括埋劇集啦嚇，要做啲咩嘢先至可以呢？嗱，電視牌照上面咧係咁樣寫嘅，佢話贊助節目所允許播出的贊助識別括弧包括冠名贊助、片頭或片尾的贊助聲明和在節目內的贊助提述。嗱，為免生疑問啦，在片頭及或片尾以廣告方式作出的贊助識別，須計入規定的廣告時限內。即係話啦，你個節目劇集有咩形式嘅廣告例如嗰啲植入式廣告又好啦，畫面度出現嗰啲咩冠名贊助又好啦 ，ending 出字幕即係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啦，右邊嗰啲咁樣呢，都要事先聲明提醒大家呢，呢一個節目係有廣告推銷成分嘅。好啦，咁有邊一啲嘅類型嘅廣告喺任何時段、任何情況底下呢都唔可以播嘅呢？第一樣就係槍械啦，同埋有關嘅器材啦。第二樣就係無牌職業介紹所或職業登記所。第三樣咧係占卜星相同埋類似嘅行業咁但係咧喺某啲情況底下係可以嘅就係一般趣味性嘅玩意例如咧有關星座啦、占卜術、中國通勝、風水等刊物係啲咩呢？不論係印刷品或者係其他形式嘅，又或者一啲咧預錄資訊服務即係不論係聲帶嘅或者數據啦都可以咧喺電視上面播出廣告嘅。好啦，第四樣就係宣傳可以提供博彩勝負預測消息嘅機構、公司或者人士都係唔可以嘅。好啦，最尾呢樣呢，我就將幾樣呢綜合埋一齊同大家分享啦。就係博彩包括彩池係指啲咩呢？符合博彩稅條例嘅，例如呢獎券啦、足球啦、賽馬嘅廣告，但係唔可以喺兒童節目時間或者接近兒童節目嘅時間度播出嘅。咁有冇啲實際啲嘅時間可以參考呢？有嘅，每日嘅下晝4點鐘至到晚上嘅8點半或者通訊局認為咧係以18歲以下青少年為對象嘅節目時間播出嘅。咁除此之外，仲有邊一啲嘅廣告係類似呢個時間咧都唔可以播嘅呢？例如就係含酒精飲品啦，都係一樣噶啦。仲有一啲成人用品啦，例如就係避孕套啦，即係所以咧嗰啲嘅 condom 廣告咧唔會見到喺呢啲晏晝時間出現嘅，通常都係夜啲啦，即係啱數啱用嘅時間啦，先引起大家嗰個意欲噶嘛。所以通常都係擺喺夜晚啦，日頭白白好少嘅。好啦，今日要分享嘅話呢，話真係好長好長好長，有排講嘅。咁如果有興趣了解多啲，或者直頭話我想了解晒全部嘅話，都可以嘅。咁大家就參考翻今集嘅節目簡介啦，就可以睇到呢話一個完完整整嘅廣播條例啦。好啦，最尾題外話，今集我想特別少少，我有條片想俾大家睇睇嘅。嗱，既然飛天爺爺呢一邊又有 opening 啦，又有一首主題曲啦，其實是這樣的其他 channel 係咪都可以咁做嘅呢？所以我最近呢，即係做到我頭都爆埋呢，就整咗一首歌啦，整咗個 MV 啦，剪咗個短版，其實有2個短版嘅。咁今集呢 last 嘅話呢，不如我先喺呢度俾大家睇一睇就係是這樣的一個新嘅 opening，有埋歌添嘅。若果大家想睇到或者
聽晒成首歌，睇埋成個完整版嘅 MV 嘅話咧，就要過翻去 Hanzy 嗰邊嘅 channel 咧就可以睇到噶啦，不妨訂閱埋啊！